大家好，我係卑卑啦。咁啊，今集要講嘅咧係我呢隻4代同堂嘅陀螺，112 gram 啦，見到點樣4代同堂法咧？咁首先咧，呢個烈焰輪盤啦，跟住呢個係時鐘，呢一層咧係爆裂世代嘅嗰個 disc 嚟嘅，跟住呢個係初代嘅啦，中間個軸心係 SR200，呢個係 TB，咁啊一個同向嘅持久型配置啦。好，咁啊呢一個咧，呢一條片就冇對戰住嘅，淨係計呢個持久力。3、2、1，go！唔知有咩問題咧？可能因為佢本身有少少，即係佢唔係實晒咁樣，所以有啲難出嘅。3分12，咁係 solo 嚟講就唔算好出色啦。不過咧，佢嘅重量啦，佢嘅形狀同埋即係個高度咧，應該可以壓制一般嘅對手嘅。好，多謝收睇。